婚礼卖了有一间卖5金百货超市，后壁仓库向庆烟着火，火是烧甲真猛，400平方公尺一时啊，都拢烧起来，库存嘛烧了了，加在是无人着伤。那详细原因要搁爱调查。超市仓库的火烧甲真猛，消防人员出动怪手破坏铁厝，赶紧转水拍火。2早起7点左右，婚礼卖了的桥头村这间5金百货超市传出火灾，附近的住户赶紧甲处理行动无方便的时段带出来，就惊火势会继续炭烧。快要7点的时候，我发现公他有开始有那个小串烟，叫我赶快来店里看。我一来的时候就开始烟越来越大。店主没有住在这边啦，那就请消防队就破门进去里面，先开始灌救。然后现在到楼上洒水，是因为它屋顶已经塌陷了，所以从楼上来把两旁的那个住户先保护嘛。消防队表示，因接到通报了后，出动11台消防车、2台救护车，甲25人去抢救。不过因为火势已经炭烧规个仓库，大约400平方公尺，所以敢若会当成为2瓶转水。内部已经已经大量的闷烧，而且里面有很多瓦斯器皿的一个爆炸的一个状况。我们已经有请重机械从第3面这边来做一个破坏，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的话，我们第1面这间人员也慢慢进入做一个抢救。经过长期久的破坏甲拍火，3、4点钟了后，火势总算是控制掉啊。不过库存嘛差不多拢烧了了，加在无造成伤亡，隔壁的住户嘛无受到风台买。若导火的原因甲财物损失，阁需要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王维雄，婚礼报道。